启明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时声》节目。2026的市长选举哦，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现主时呢，各党派拢积极伫咧布局，会当讲是暗潮汹涌。尤其呢，是咱台南市哦，会当讲敢若初选尔，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因为这个台南市长的选情哦，对伫咱台南市未来发展呢，占着非常重要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咱一定要好好来做一个了解。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立委5连霸，也是呢要来挑战咱台南市第一位女市长的立法委员陈亭妃，欢迎亭妃。姐姐好，还有所有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亭妃。哇，来到这里都觉得好亲切，因为这是哇毕业了后第一个工作就来到这里，对啊，所以好亲切。对，没错，就亭妃回娘家了，然后而且亭妃是我的学妹呢，我今天要好好的来访问她。那亭妃，我们就是知道说，你伫10月28号有发表了一支影片，对，守护台南。要来改变台南，这个影片其实很多人看的都非常的感动哦。那到底这支影片如何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支影片，同时呢也来看一下当天记者会的现场，真的很感人哦。27年来，每天好像都会看到我，每一条街、每一条路，然后每一个地方慢慢走，他们会觉得说有一个亲切感啊！我都常常看到你，常常看到那个感觉都不同啊。我们要的是大家团结一致的感觉。你有去努力，你有去做，人的心是肉做的，总是会有人被你感动。27年来，每天好像都会看到我。以平视的镜头记录陈亭妃行过的街巷，握过每一双手，甲每一位市民的精神互动，如同影片内容同款，真实呈现陈亭妃27年来不改初衷的忠诚理念。在这一支片子里面，你们看到的是27年走遍每一个地方，不放弃可以握住的每一双手。每一个人甲亭妃的提醒，每一个人甲亭妃的鼓励，甚至甲亭妃的真情，我们都永远记在心里。你有去努力，你有去做，人的心是肉做的，总是会有人被你感动。现场气氛温馨感人，当影片播了，志刚妈妈互相拥抱切目屎。唔敢陈亭妃看到伊27年来坚持甲韧性，也是因愿意一直陪伴原因。衷心希望台南会当出现第一个女市长，共同守护台南，改变台南。把我们台南这样的历史，然后光荣感来创造出来，这是一个使命，也是亭妃27年来所感受到的。我们台南需要更多的一个光荣，让人民更骄傲，因为我们就是伫台南土生土长，伫这个所在不离不弃的台南人。影片导演康俊伟也伫现场分享伊拍摄当中真实看到陈亭妃，深刻感受伊甲乡亲之间的情感。康俊伟希望这部影片会当献给台南，也献给每一位勤劳温暖的台南人。我在灾区看到很多很感动的事情，所有的志工自动的投入，然后所有的乡亲互相的帮忙，那也在很多没有媒体的现场，我看到亭妃她就一箱一箱水这样一直搬，那时候我才真的明白说啊，原来这个人是安怎会甲民众的这么吧？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他？我希望这一支片它不只是一个竞选广告片，我希望它当成是一份礼物，
送给台南，每个地方也送给所有勤奋在台南工作生活的人。陈廷辉感性表示，选举不是一个人的代志，而是整个团队的代志。感谢所有妈妈一路陪伴，因永远拢是每一条选战背后上扎实的力量。陈廷辉也恳请市民朋友在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当中，给予上大的支持。伊会继续用解决问题实力甲精神，找回每一分对着民进党的信任甲感动。稳调2026、2028台南市长以及总统连任选战。守护台南，改变台南，市长电话民调唯一支持陈廷飞。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3天的时间，3天去拍的。对，3天当中还有就是刚好遇到丹纳斯台风，你就整个取消说别塞，我要去救灾啊，所以导演就改变他的行程，就跟着我。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展现什么样的。我觉得说你救灾就要低调，就是他跟着我去看到底我们怎么跟民众接触的，怎么去关心民众。对，所以就很多是可以看到廷飞的真性情。那其实我跟廷飞都是学电影跟戏剧，然后我们会讲说，廷飞这样的声音啊，去配音，一般我们会说 NG 不行。但是呢，廷飞他从政以后，我听的猎虾的其中一直烧虾烟尾，为什么？为民喉舌，每天这样子的辛苦的奔波，所以猎哪有大家都做关心呢？对啊，喉咙状况就是一直都是烧虾。没办法，就是烧虾了，因为他要休息。其实还好有去给医生，医生没有张检。因为可能是我喉咙的构造，它就是比较容易疲劳，所以就变成说我如果没有睡好，然后没有睡饱了，其实睡得还蛮好，是没有睡饱，因为我们每天就几乎都在跑嘛，哈，没错，那就很容易是这样状况。我都是从早上，像平常嘛，我要去开会的时候都坐6:03的高铁，4点多就要起床了，对，然后开完会就马上赶回来。那如果在礼拜六、礼拜天更不用说了，弄套在4点早到暗下10点，那大家都说。你脑力都忒烂了，对、你像那个，我觉得最好笑是很多的那个区长、局长啊，因为他们其实还可以用轮的，我是不行，我这样跑。他们每一场很多场都看到我，他就问我说：“啊，我对透早看到你，暗下看到你，啊，请问你是吃啥呀？”我讲我吃电池的啊，哎呀，电池就是反正导游的超强的，对，还超强。那我说我回家电池拔起来，那个床看到床我就觉得哇，好好睡，躺了就睡了。然后就是这个睡满5个小时自己又起来，因为有心理时钟嘛。哦，那个4点多我就已经习惯要起来，我就起来了。哦，所以都不用有人叫我，然后我就自动起来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感啊，而且你这样子跑，说真的，从早上4点到晚上，你会觉得说，那是民众的期待，他期待台南要改变，而且他期待说，台南400年，别人有连女性总统都有了，人家其他县市有女县长、女市长，为什么台南400年都没有？大家有一个期待，所以我每次走的时候、走访的时候、跑行程的时候，民众的那种期待，我觉得。回馈很强，他说：“廷辉要加油，路想要加油，哇！我都觉得我的责任很大，别忝嘛，大家给你的加油，你别忝，对透早4点钟到暗时，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你的动力耶，对，就是动力，真的就是动力，我们别忝。”对啊，所以这支影片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廷飞那个声音啊，原本一般我们觉得。配音 NG， 但是我觉得他声音这样子呈现出来，跟那个影片我看了以后觉得好感动。这个就是廷飞嘛。对啊，因为本来我就说那时候就烧声啊，我就讲那个导演讲吼，咱敢要搁等我声音较好吼，咱搁来配一道。导演就讲，我是想讲哦，你可能袂好啊，像你在照可能袂好。大家都这么想。对，可是他就说，好，我们还是要尊重当事者，就。这支片子其实你看，丹纳斯那时候7月拍的，对，然后中间经过8月、9月，那我有再一次要去录音，对，就找了一天，哇，声音比较好的时候要去录音，可是那感觉没有，感觉不出来，那个感觉完全就有差了。然后是导演跟我讲，我们要不要换？我觉得那个这个感觉，对，这个感觉就是。
你在当时候，因为那个是我当时候拍的时候，在感觉当时候录的影，对。可是，在完了之后，虽然声音有比较好，可是好像那个感觉就差了。对。所以导演就说，我们就这样。对。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有专业的坚持。我说好，我尊重专业。对，没错，人家是金奖导演，真的，对不对？真的，人家是那个釜山广告节哦，金奖导演，对，真的不简单，还可以请到他。而且我觉得这个他非常可以抓住台南味，因为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是因为第7个登场，伊安那一带一群人，因为他是台北，可是他是台南人呐，伊想讲要甲台南的味给翕出来，所以他去七股盐山，然后找了很多这些艺术的朋友，然后要把我们台南的小吃结合。要拍出那个台南的感觉是，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安平的一个活动，遇到一个得贴身去柯民的生活，对，一起套炸出去，我看到那些照片，我好感动，然后我就其实我自己心里说，我如果可以，我在很重要的人生的那一支影片可以找他。交委托给他了，对。可是我当时我就觉得，人家曾经得到金马奖，28岁得到金马奖的造型设计奖，然后又是釜山广告节的金奖导演，对，能靠可怜我们这种小本呢，因为我们预算不高嘛，那我就是脸皮还蛮厚的啦，我就问他说，可是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可是我预算真的不多，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对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所以一共他要希望把这一支影片献给台南，对，所以哇，我去找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口答应，我都答应了，我都觉得我怎么那么幸运？然后他那一天记者会他才说，因为他那时候要回台南定居，可是工作还在台北，对。他都在6点03分看到我，也看到了我跟人家的接触，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立委怎么这么不一样？我就跟大家打成一片，对，然后跟那些站务人员啊，刚才见面的呀，说怎么这么不一样？跟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对，所以他就觉得很特别。所以当我找他的时候，他真的一口答应，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一种幸运，而且也是一种。人家刚好契合，我们的磁场都是为了台南，为了台南，我们希望讲免那个台南做如何，甲台南迄种钱，伊嘛拍台南4巴当，在一开始的一支行销广告影片，我看了也很感动，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我的幸运。对，哇，所以其实这个导演他也讲过啦，讲吼伊现场看到你的人，除了伊还没熟悉你的时阵，看到说为什么一些选民啊看到你跟你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你跟那些站务人员打招呼的方式，拢和村的礼物啊、村的政治人物都不一样，对，就是真的很亲民。那这个我自己也要讲，其实我在一些宴席的场合看到婷飞啊，人家都是赶着上海去支持，但是婷飞不是伊都是一个去阿手问讲人刚有什么需求，这个我就想说，那要是我的话，我手都握断了，真的不简单。然后什么事情他其实都跑第一。其实公的这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以前啊，婷飞在当记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天生就是这种个性。对啊，因为人家招新闻不管什么3更半暝，她一个女孩子一种那个机器很重，对，不像现在那么轻，一台拢2-30公斤的，一个你跟起来，然后就自己跑冲去，因为他觉得我们的那个男记者来得太慢，一直跟你冲去吧，来等来了记者。跟真相吧，用婷飞给你下来争，哇，真的是什么？就是以前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天生这种个性，就是适合我就是觉得说，不要去麻烦别人，因为我觉得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像这个学姐说这个半夜的时候，有时候来不及的是一支麦克，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电视台，对呀，所以我就拿了那一支麦克风，起码我们有露出对我们公司的，然后我就拜托说。那个我们的 partner 说，我昨天有去
这个跑一支影片啊，你赶快去跟谁哦，这个影片去 share 一下，对啊，因为起码我们不会漏新闻啊，我这样想法，真的，对，那像我们那时候在剪专题，其实说真的，我感谢我们很多这个 partner， 说真的，他蛮体谅我，因为他知道说我，因为我那时候爸爸在开海产店，对，一波做鱼完料得亏海产打，我都要去帮忙嘛，所以晚上说真的，那两个甲棚吸干，我实在没办法，陪着大家来剪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给你弄先等去。好我跟你来，我没营养，我跟你来加的因为我刚好是学这个的，我觉得人家有家庭咱实在袂当因为咱的代志去影响别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要剪专题，不要紧，你们先回去，然后我先去帮忙，家里面总是不好意思说，爸爸妈妈他们在那边忙，我们既然可以帮忙的话，我底下所以我都跟人家说，你以为我这边上面的有一些疤痕都是当时夯的时阵，对，夯米家，对，夯米家会疼掉。我说这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我敢讲我拢去菜车买菜，人没人相信呢。我还说那个紧急的时候，人太多的时候，我要协助要处理那个鱼对啊，我要处理那个鱼所以我当下我在那个烤的时候。那我看到大家忙我自己真的去把那个瓦斯把它搬上来，然后再请人家来装，因为他如果再去帮我搬你还要帮你装，会很慢，对，我就把它搬过来拜托我阿姑来帮我装，因为那个我不会弄嘛，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然后也不想说，因为我自己。我时间跟人家没办法配合，好像就影响到别人，所以我觉得，但是说真的，我也觉得那一段时间让我学很多。从我在读书的时候，学姐知道我们都是学幕后的，对，打个弄动作那些学幕前的，我说我弄学幕后，可是现在却是让我们变成是受益良多，因为现在说真的 ，YT 或是影像。都变成不再是像以前的政治，真的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候的这个在我们学校所学的，然后我还去旁听新闻，新闻系旁听，然后这样子下来，然后再加上当时候在我们双子星，然后当记者，然后当主播，那主播给我更大的那个强心针，说原来我是可以的，那个也是给我一个训练，就是说怎么在短时间去应付，然后去做很多的所谓变通。所以那时候应该有听到那个我们那个临时说我们的主播没有了，然后我们都还在那边写稿，惨了，主播没办法上，陈廷飞你上，我那时候才好像。才刚进来2个礼拜，对，就上主播，对，上主播，没主播啦，所以他说不行，你上，我就在上，好，我上，我连稿都还没看，就是我们最严酷的那个罗富里，对，我们要讲一下，他就是真的2个礼拜，我跟你讲，那时候还没有读稿机这种东西，就用稿子完全要自己记，然后用那个什么月历纸。对，然后就写的赶快写，对啊，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好，赶快写，然后呢还没化妆，对，这一点我最佩服婷飞了啦，要是我没化妆，我不敢上去，然后婷飞就真的上去，然后播一则画一点，画到最后完妆了，也播完了，我说但没有办法，要不然你要开天窗，对，你看，为了不开天窗，所以婷飞总是可以抢救，然后什么事情人家跟他讲，他就是全力以赴了。对，我觉得我可以，好，然后我就要去尝试，我就要去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那是其实从小可能对啊，就是这种个性看到爸爸，我就7岁都拿麦克风啊，我觉得那好像是已经是天生，好像我的使命还是这个样子。然后看爸爸那时候是党外嘛，爸爸就其实一直党外，所以我都一直说我的 DNA 说真的，比绿还绿。因为我的阿公，其实我的书都有写到，我阿公那时候是真的剃了姜呢，公务人员民国13年出世的，他读日本教育的，所以那时候他很不容易呢，一起将军是装卡，
但是他可以考到公务人员，所以呢，他很认真、很用心，他真的就像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遗传啊，一直做领巾都怕标，然后他就不认输，反正我就要做到好，做到你看到我好。真的有一天，长官看到他了，你知道长官看到他一下，他讲，我阿嬷讲哦，那真的是，你也只能就是默默承受。那个长官跟我阿公讲哦，你拍拼不好啦，我知你做领巾，我嘛知道你是人才，不过你要加入国民党。哦，那个时候你加入国民党，我带你升官，啊，你随加入我就随加你升官。你知道我阿公迄阵随时接，跟我无爱啊！哇！我这个安呢，你还跟我讲说要国民党啊？我干嘛做到这个样子？辞职登去拍米配，因为我们将军就是米配高雄嘛，拍米配安呢，然后一路来，然后我觉得我阿嬷也很棒，就是甘于啊的，对，你看哦。公务人员那时候真的是替本哇，对啊，到最后就是这样子。阿公太有骨气，很多人听到说好，我加入国民党就给我升，马上加。对，所以你知道我从小，你知道我阿公，我跟你讲哦，你台湾人哦，因为我们那个小学是不是认为讲啊，你对中国来，你什？我逐天等我到底是对中国来是台湾？我讲你台湾将军汉口的人啊，好，因为在学校就说，你是从中国福建来的，然后阿公讲你讲囡啊，你绝对袂使，所以从小我都听那个地下电台，全部都听地下电台。那我爸爸以前拢摆路边摊，好摆路边摊的时阵，伊就是对解放线、出解放伫民族路迄东西，然后安尼一路爱伫到小北啊，所以他会选议员也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说我是来自这样的家庭。我觉得就是台湾心。你像我说的人的血，还老出来可能弄青啊，因为从小那个阿公啊，我说如果那时候太阳花学运真的有像那个就是野百合学运有像太阳花学运那么的资讯公开。对，以前当时野百合学运是很封闭式的，黑沙台舞台下根本看不到。对，可是你看太阳花学运，哇，网络整个，所以很多高中生都去。我迄阵野百合学运时阵，我嘛在高中啊。我讲，迄若是我脑底我一定拼起呀，一定拼起。对啊，所以那是一股热，所以我都觉得那时候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写公门我就讲，我拢甲伊讲，我终于依照野百合无法参与学运，那我终于在这边，虽然年纪，咱即马剩顾问俩，人个少年囡仔伫内面咧拍拼，学运，咱伫外口顾问，讲伊莫去受伤，我们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其实，但是说真的，我当议员的时候。我是在北区学姐知道，那想竹城里巴库啊，说真的眷村很多，对，所以其实北区一直都是民进党的沙漠，所以我当时当选议员的时候，我是那个妇女保障上去的，对，然后好消息，我这样都在讲，为什么我都说我是谢龙介的天敌？因为谢龙介一起第8名，查甫第8名。对，可是我妇女保障第8名就要让给我，就第一次打败谢龙介。对，打败谢龙介。他说，然后他现在最好笑说，无啦，我选票赢陈明飞呢，所以无输安尼嘛。唔对，你无输我选票，但是你是迄届行议员都无通好做呢，本来当做会当做议员呢，结果因为陈田辉是无议员通好做呢，安尼陈田辉是不是你的天敌？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这结果论啊。所以他在讲的时候说，没有陈林飞是你的天敌啊！你本来可以当议员，还高兴阿哥底下当选，这个高位是因为妇女保障把你拉下来，对，所以我才讲说，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北区就是一个民进党的沙漠，对，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第一次妇女保障上去，我第2次我不能再妇女保障，我要更多人。认同陈亭妃，所以我那时候，而且其实最主要那时候我23岁，其实20几年前、27、8年前的政治对于年轻人不是那么给予支持，
也刚刚哇，这少年时代冲啥，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哇，年轻就没包袱，年轻就是棒。对，在之前不是哦。对，以前的观念不是这样啦。不是，27、28年前，你知道我妈妈陪着我，拢去用卡门嘞，啊，你这囡仔屁血当做啥？是这样子你看哦，一个妈妈看自己的女儿是这样子，她心是不是在滴血？但是她不敢在我们面前，但是她还是陪我们走，这样子走。所以我那一天在影片的记者会，我说妈妈是从政最久的，因为从爸爸开始，然后又陪你们姐妹2个，没错，真的，对，她是从政最久的，对，她在默默支持你们，对，默默支持。所以你知道吗？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爸爸妈妈都知道我的个性，他是很反对我从政，甚至当时候其实我都讲说我要来双子星，我要当记者，他们也很反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太拼了，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是那个完全就是我要做到什么目标，我想完成，我一定是要达到我希望的目的，而且是我几乎可以把我的时间都弄出来都没关系，所以妈妈都很怕说我从政之后真的都不吸干啊，真的啊，他现在都已经慢慢被我都已经训练了，他说反正这查囝就是台南嘛，嫁有台南嘛，对啊，也时间就给台南人啊，所以他现在其实都觉得他就是默默的说，妈妈看到我回来就说啊，你要吃水果吗？啊，你要吃什么东西？他就站在就是这样子的关心你。伊妈讲吼，你唔能吃饼，不会，他觉得已经没有用，个讲不好啊，因为你的个性就是安尼。好，所以他也知道啊。他说这个女儿如果未来当市长，他说他肯定，他一定把市府当成家。真的，他一定把市府当成家。他立委我当立委，其实说真的。我每天来回，对，但是如果说需要隔天一大早要去动员，6点动员，5点动员，我是直接睡在立法院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那很快嘛，我知道晚上坐最后一班上去啊，隔天睡完马上下来，很快2、3分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是这种个性，所以妈妈也说啊，她也知道如果她女儿当市长绝对是以市府为家。对，其实这个是有像公都盟，他们就有公布嘛，对不对？对，亭妃真的是很优质、很认真，打刚弄招 K 文件的立委，对，真的是不简单呐。像我现在当经济委员会的召委嘛，那我其实会当召委，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丹纳斯，对，因为还有我们，因为这一次可能川普的关税。对，那可能台南有一些传统产业，其实会有受到影响。因为大家拢清楚，台湾前因卡北的时阵，咱做侪咱地方的中小企业、传统产业，拢家己挂着一卡批箱，大家世界出国哦，因讲迄当时含一句英语都袂晓讲，然后因就去挂一卡卡棒，然后就去开订单，拼订单。对因这么好不容易变到今嘛，囡仔拢大汉了，然后也知道说，现在要打开国际市场，所以他的小孩子也都送出国去训练这种这个竞争力。但是现在面临了很多这些竞争，那关税的问题，所以我们台南面临了就是丹纳斯。我们面临了这些传统产业的转型，我们怎么跟世界接轨、世界竞争？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所以我才会这个时间，大家说哇，你看杰西村，你要选市长的人，对啊，还有空吗？对，因为我们像我今天呢，我就是我们就处理我们的那个海缆七法，因为这是很重要啊。你看，因为就这弄故意给你怕拍点我们的海缆线，对，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治安呢，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安呢，所以我们的海缆七法经济委员会就3法，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赶快这3法赶快处理，所以我们也已经都这个依照行政院院版送出去，所以我觉得说我就是要去购物省，
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总是因为我们自身，而且经济委员会其实刚好大家都可以用沟通的，所以我们尽量在经济委员会把我们需要的赶快完成，然后今年又是省预算，我们希望预算是不要再像之前一样，我就说，问题经济委员会阿西妈做辛苦，我的讲哦，这次我是招委哦，如果谁真的在我们那个协商的时候，又写了一大堆提案，然后把我们经济委员会的，我们在审的那么辛苦，然后利用好多天的时间审出来的结果，去到那个协商的蓝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他们的协商的领域当中，因为现在是蓝白比较多数嘛，这个你弄强的料，我们审那么久。你可能1-2个小时就把我们整个删掉，那我怎么接受？我跟我被呛，行业玩给，对啊，这不行啊，对啊。上一次去年你知道，那心很痛我们好不容易在那边讲很久，然后互相说服，然后取得一个平衡点，各个去搞一下鬼拢，那你干嘛叫我们审？对啊，过去就恁来审嘛，恁东团来审就好啊。你们3党来审，干嘛叫我们委员会各委员会审那么辛苦？这是侮辱我们对，所以我才会说这次，因为我真的看到丹纳斯台风，我从第一天就在灾区，你知道那些预算，我们这一次丹纳斯真的受害非常严重，对，农渔，产业，还有我们的屋顶现在还没有完全修复，所以这些我们还要继续。然后现在有加发了2万元，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反正我们可以处理多少，我们就尽量听到地方的声音，我们马上做反应。所以地方还需要很长的复原，所以我们才会有特别条例，才会有特别预算。所以今嘛的是要怎样特别务神过来，尤其这一次倒了4000多只的这些那个电条，对，4000几支呢。这个，而且你知道，你今天你又不给预算，我们这一次丹纳斯特别预算才勉勉强强，编了这样子，好像是200亿，哇啊200亿，你说我们要处理那么多，怎么可能？然后再任性，我们本来要编300亿，来做后续，结果又把我们删掉。所以我那一天在行政院院长咨询的时候，我说院长，我觉得我们要把它成为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部预算，好，逐年编列。我说可能其他县市没有亲自去看到这次电条受害的状况，如果谁敢挡，你编了谁敢挡，我们跟他拼命，都直接哦，你就直接编列，我就是要地下化，我们主干线的地下化，看谁有可能你会因为这样又害了你们的乡亲，因为这个天气变化是无情的，对，而且这个极端气候今天要跑到哪里不知道，所以今天有谁能够相信？我们去到地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阿嬷，90几岁的阿嬷跟我讲说，真正。伊出世到今嘛，伊对囡仔到今嘛，伊捌看过这个风，惊死人更强，当时的时阵更强，所以瞬间规个电条拢倒。对啊，真的很严重电条触电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没有，他们都吓到了，他们都吓到了。对，所以我说这个真的不能再一次。那既然现在老天爷再给我们提醒了，在我们提醒，我现在极端气候已经跑到这里了，你们如果再不处理，我跟你讲，后一道会变成啥不知道。所以我就说，谁如果还这么硬心肝，我们就请他来台南看一看，你还能够这么硬心肝吗？如果你真的还这么硬心肝，你真的会害了你的乡亲。对啊，所以我其实。因为看了太多，我都很理直气壮，而且我都可以甚至跟他们拜托也都 OK， 不分党派。
为的乡亲我都没有问题，因为乡亲的安全，乡亲住的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居乐业的，我相信就是我们责任嘛。能做民意代表，不是都是安内吗？对，所以我其实这一次会当召委，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去争取更多的预算来到台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去摆脱它，甚至该瞪一瞪的嘛不要给，为了乡亲，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哇，所以当召委这个也是更辛苦了哈。对，那亭妃真的是为了咱乡亲呐哈，就是啊，好了，再辛苦，他再怎么样子，每天这样子通车，他还是要当。对，呵，爱田辉咱公搞去打呢，可能大家就来关注我们台南市到底能不能诞生第一位女市长呢？好，咱今麦先来讲吼，一定要先统过咱民进党的筹算嘛哈。好，咱今麦民进党筹算，现在目前呢规划什么时候要进行民调，然后民调方式怎么样？那个先改雄亲报告之类。谢谢我们学姐给我这个机会哈，因为很多人真的很关心我说，民进党是要安怎参选人选？我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出来了，现在游戏规则已经没有其他的方式了，所以大家免听别人讲哦，可能安那，可能安那没啊，没啊，没其他东西，我们选对会都出来了，选对会现在就是交由选对会整个处理，然后我们就是1月12、13、14。应该是锁定这3天，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1月12到17，可是依照现在如果大家都在家等电话，应该1天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是3个县市嘛，台南、高雄、嘉义，所以有可能一个县市1天就会完成，它会在12，然后1月12早上先抽是哪一个县市先做。看是台南还是嘉义还是高雄，是好，那所以抽到哪一个县市，就是那个县市先做，然后再来抽民调公司，再来进行民调作业。是好，那如果做完了，如果当天晚上真的都做完了，隔天就会公布。对，隔天就会公布，很快。所以其实我们的游戏规则，其实从之前亭妃立委的时候，或是过去第1届大台南市市长赖清德市长的一个初选状况，好，然后第3届黄伟哲市长的初选也是如此，好，所以我相信我们第5届的市长候选人的产生也是如此，所以就是1月12、1月13、1月14，就是用全民调，那这个民调就是用室内电话。全部都是家内的电话，这是没有用手机啦，都没有手机，都没有手机，对，都没有手机。但是那个有些人因为现在刚中西单嘛，就这人就是为了惊讲你厝内面的无接到电话，他们其实已经习惯转到手机，那个就不在室内。那个也是室内电话转的，对，就是因为室内电话转的，不是手机，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说，刚才开就没有，他都是打室内电话，可你忘记了，你会忘记说你厝内面的电话有转出来，所以那个部分是属于室内电话，不是手机，所以我们这次没有手机，就是室内电话。那室内电话它是没有党派，就是专台南市啦，恁到只要起来电话，拢会接到，拢有可能会接到，拢有可能会接到。所以接到的时阵，它其实用对比民调。好，是大家注意是对比，对比民调，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对比，就是民进党的陈亭妃跟国民党的谢龙介，因为虽然现在有国民党有一位陈以信呢，对，有一位也跑出来，可是我们会找最强的，最强的，对，最强的，到时候他们出来是最强的，对，因为我想谢龙介选过啊，当时候才输那个黄伟哲4万多票，对，我相信他应该是目前大家最有可能出现的啦。对，国民党他们内部公认他是最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最强的。为什么？因为2026我们一定要是最强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可以压倒性赢过国民党的，那么才能稳住2026我们能够赢的台南市长，而且稳赢哦，而且我们希望是能够有一个规模式的赢，不要让大家担心，因为如果赢的话，很清楚我们的小鸡，他会比较安心。小鸡就是议员嘛，因为大家就是团体作战，那我们母鸡、小鸡、母鸡带小鸡，那么才会很强。
有强的母鸡，你才能带着小鸡啊。这样子的话，大家同心协力，2026稳住之后，我们才能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2028连任，能够稳住这个底气。我们一定要让赖总统不用担心，因为说真的，赖总统在第一次2024的时候，当时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分裂的，是分裂的。可是这一次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对，有了上次教训，怎么会不合嘛？对不对？他们是合在一起的。从大罢免你就看到他们合在一起的氛围，然后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们对于2026，他们现在就喊出来了，就是不论是市长或议员，他们都会取得最大的合作的模式。对，如果是这样，就表示这个雏形就定了。那相对的，那么在2028更不用讲。对，如果说我常常在讲，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说，还不要干单呢，因为议员的部分，基本上你要尊重地方的议员嘛。可是你看他们现在喊出来的是说，他们都愿意，表示他们都有互相各退一步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很小心去看待他们每一步所走的。我们就要更小心说，他们每一个县市，他们合的状况，像他们就讲，他们在台南也合了，对啊，也合了。谢龙介讲的，他们合了，就是要全力支持谢龙介嘛，那是谢龙介讲，对，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可是起码他敢讲，民众党也没反驳，那表示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味道，然后他们议员要怎么去做一些礼让，我们就不知道，因为谢龙介本身也是主委嘛，对，所以表示他们是不是内部已经有一些默契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只能从谢龙介嘴巴所听到的嘛，反正他现在就是左打一边，右打一边嘛，然后就是要取得他最有利的条件嘛。对啊，讲到这个的话，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谢龙介他最近他就又在讲啦，说那个林俊宪的民调有的在上升了，然后我们亭妃当然不甘示弱，就给他讲回去了。来，这一段讲给我们观众听一下。其实对于每个民调，我都不会那么在意说谁讲什么但是我是觉得谢龙介过去是从那种所谓上节目啊，然后左边一巴掌，右边一巴掌，反正就在取得他自己的一个恐怖平衡嘛可他最近的态度有点不一样，好像有比较针对我们就说那个要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甚至呢他们也有一种说法，什么说那个赖清德总统第一支持林俊宪，第二支持谢龙介，对，第三才会选择陈亭妃。对啊，大家听了说，第一支持林俊宪他的子弟兵，大家觉得没问题。第二，为什么是谢龙介，不是陈亭妃嘞？自己党内的。对啊。然后他说，然后用这个说法，就觉得说你就在陷赖总统于不义嘛。所以我会在脸书上直接说，我其实，在选举当中，那个学姐知道，我其实都很低调，在很多的场合，其实我都不讲选举，我都讲就是我们要怎么替人民做事，然后帮他争取经费。我很少在讲选举，对。然后我这一次会去讲，我觉得他已经过头了。或许因为陈以信出来，他有说嘛要初选，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还是说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们现在要初选了，因为陈亭妃的民调状况，其实从各家民调，不要我自己说，其实大家从各家民调，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趋势出来。我来讲好了，其实亭妃的民调一路都领先，就是林俊宪委员的民调，尤其是跟谢龙介这样比起来，对，那大家当然会想说，亭妃已经五战5胜。谢龙介了，所以第6次一定又可以战胜谢龙介，那谢龙介他也有可能担心，所以他当然希望林俊宪出现啊，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不对，他这种的说法，其实已经在制造我们内部，而且又在就是制造让我们的赖总统好像
陷于不义啊！你怎么可能赖总统去支持你国民党？不可能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才在脸书说马脚露出来了，而且不演了。过去还会演一下，这边一巴掌，这边一巴掌，现在不演了，直接直球对决。那我就直球对决你谢龙介啊，就说你不演了，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你现在所呈现的就是你最怕陈亭妃，因为你怕6战6输陈亭妃，所以其实，在我们过去，别人都拿不出成绩耶，没有人跟谢龙介对战过啊。只有陈亭妃拿出对战的成绩啊，对不对？5-3都5胜了。对啊，而且你看我最后一次立委1对1的时候，我可以赢他9万多票，表示连国民党像我眷村，眷村是靠我们服务啊，所以我知道我从其实在这个眷村北区的眷村，我很多的票箱其实我都拿得到票。对，因为其实民进党要在眷村拿票很难。对，而且又是1对1，而且你看谢龙介那种主打深蓝、主打那种眷村牌的，我在眷村还拿得到票。那是因为服务。对了，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像这种1对1的选举，我们不能太多的所谓的政治。像我6年多前。其实我就开始办菲菲姐姐的活动对，我在现场都很喜欢，对，我在现场不谈政治，所以很多的我的支持者说，对啦，你还办这啦，无就到那要来给恁支持啦我那囡仔拢无爱啦，我不爱插政治，我不爱听政治啦，迄伫电视顶定，迄逐天开拢政论节目，拢讲来讲去，无爱啦，然后但是。像我菲菲姐姐的亲子活动，不论是水乐园或是气垫萌乐园，对。然后我们办的时候，然后你知道，伊讲无啦，咱今仔带囡仔来佚佗。他说生啥物？生囡仔无咱囡仔的水乐园干那个气垫清水。然后第一次他还跟他解释，到第2道，菲菲姐姐活动咱来参加。因一声就讲 OK， 到第3道，因为他们都有加入我们的 LINE 嘛，他们都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办活动。是，哇，一主动搞完的几期加工，那个菲菲姐姐要办活动了，咱进来。当时你看，他说那个改变，他自己来跟我讲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用更不一样的方式。所以我其实一路来到现在，他们都说，别人在办后援会的活动，我说我不办后援会的活动，因为我如果办后援会的活动，不就是表示我跟别人是一样的？我8年前就成立啦，我8年前37区的后援会都能成立吧，我8年来我没有离开过，我的后援会不离不弃，都在地方帮我扎根，当我的耳朵，当我的眼睛。他们一有什么问题，马上跟我说，我就直接去现场服务，然后去做一些争取建设的动作。所以你像北河跟东山，无自来水，迄种是其实我很感谢小英总统。那时候我就跟小英总统说，总统你敢知影？阮直辖市呢，你敢相信？我直辖市，阮搁有做些所在，搁无自来水。你听到讲怎么可能？对，他真的这么说，好可怜。我说总统真的，所以我们前瞻里面有一个专案预算是无自来水，就是专案协助，是他就是当时我们跟他讲，他听到了，把他在前瞻里面编进去，因为他真的很讶异，说那好可怜，那种不是在偏向我们慢慢。没有直辖市，因为我们合并之后，台南县跟台南市嘛，那台南县有很多像关那样，你看那想讲，关那样呢，不是咱那个我们很多温泉的地方、观光的地方，真的有没有自来水的？今嘛田委用个解决啊，咱北河的无自来水所在，东山无自来水所在，拢个解决。一阵大来。你知道我去争取抽水奖金嘛？吴通龙议员嘛，定讲啊，迄阵因伤破头壳啊，我无问题。伊随甲我讲的时阵，我知安怎做。
我就第6河川举今嘛是第6分署，水利署第6分局，我就带去啊，我说你这无做袂使，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一个会淹水的地方。我知道抽水站太重要了。对，地势地洼，你无可能叫人讲规个拢压管嘛。你就是一定要做抽水站。对，就是内水甲外水，你要 balance。当外水较悬的时阵，你就是爱关水闸门，用内水抽过外水，安尼会抽。啊，若是外水较低的自然排。这就是一个水闸门跟我们在整个水自然排跟这个重力排的一个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我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个人细汉的时阵就是住伫一个爸爸妈妈半暝时就叫你紧的啦，紧来搬碰椅啊，爱甲电视搬好悬啊，那个记忆非常的清楚，所以苦民所苦了。没错，所以我们平常那时候88的时候，88的时候，你知道，阮家嘛淹水啊，我甲放的，我甲妈妈讲，妈妈，你慢慢来看，你慢慢来看，我把人处理好，我回来帮你卡水，因为我们家就3个人嘛，我无可能叫阮阿嬷卡水，是的啊，但真的可以那个，就是妈妈我跟妹妹啊，的妹妹跟妈妈底下卡水嘛，对，好，然后你就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去做么？送便当，因为我甲因讲，因为规个啊，阮遐大港寮啊，对大河里、大港里、大丰里，规个拢淹水，无人知影倒位需要便当，因为他们不了解地方的状态，然后里长在那时候也出不来，我讲不要紧。你来载我，因为我在那个大港寮遐迄个淹水地区，我算是甲迄个消防局上接近的，我甲大路上接近的，所以我说你过来，你来载我，我带你去找里长，然后我们再开始慢慢的，我们就拖着橡皮艇，上面载顶管放便当，因为你的车袂使入去，对，因为车一入去。伊就可以造成第2次伤害。对，所以袂使入去。所以我们当在路口，然后拿了便当之后，因为我嘛是行出去啊，了后伊甲我载去到迄个客便当的所在，因为迄大路较袂阴嘛，所以他载着我弄水灵车消防车，然后载我去拿便当，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橡皮艇，然后慢慢的载着便当。那时候因为也没手机可以拍啦，那种被88封在那个时代，手机没这么发达嘛，对，就是只简单通话功能而已，对，用 BB 扣嘞，BB 扣，对，然后也没有人家，你的救灾可以当照相机哦，不可能嘛，跟现在不一样，跟现在不一样了嘛，然后也不可能够人家灾民底下给你翕嘛，对啊，伊的底下，你要叫新灾垂直。翕相机那对，还要去找照相机对，现在是随时大家手机拿起来拍就可以传出去。以前没有，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在因为他们1楼都不行了嘛，1楼都阴，他们都到2楼，我都请他们到2楼嘛。我弄用那个用就那种竹竿啊，然后吐到2楼，吐去回音对，吐到2楼回音。对，所以其实一路走来，我在说，其实没有人。我跟我27年不是用讲的，对，其实我们这当中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当了立委，我们争取预算不能聊，然后那个还未了，我们就说加一点爱抽水站。本来你知道多夸张，一共要做几多抓车的啦。我当时就邀里长一起表达我们地方的抗议。为什么？我说你做一则你是要抽什么水？因为你做一则，你因为你不了解。地方的那个地势地洼，因为遐古堡路就是一窟，且么你用一个大座的，你该当抽到头前的水，下骹真正你淹水你抽袂到，你一定要否每一个地方，然后就它最地势地洼的地方，然后做一个起抽站、起抽点，这样它才能解决地方的问题。所以这样子。
从一座抽水站化成5座，哇，画5座。那时候也是跟里长慢慢，还有跟第6河川局一座一座慢慢去找适合的点。好，5座做完就已经解决了大概一半的，可是还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及时雨跟88那时候的水的量又改变了，又差更多，突然下根本排不及啊。对，现在都及时雨，所以发现不够，又加了，所以现在安中抽水站，而且安中河哦，这个当时候网络最大家都说安中河，对，现在也没有了，因为我们争取了，对，湘涵，所以我们是有抽水站之后，个大白、中白、小白开始改，有些凶行，然后这边改完了，我们再去找哪边有瓶颈再改。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们今天婷飞真的是很多东西，我想问他很多还没问，但是我们这一集呢，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跟我们的选民朋友们来讲一下，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谢谢学姐，也谢谢我们听众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了哈。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很关心我，所以一直在询问，那也要拜托大家，然后其实就是1月12、13、14拜托大家要在家等电话，然后呢接到民调电话，因为是对比式的，你会听到的是我跟国民党的候选人，然后另外一个候选人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反正我们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对比就对了。所以呢，你听到的时候，不论你听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唯一支持陈亭妃。不论有没有听到陈亭妃，就是支持陈亭妃。我相信这个部分才能让他呈现所谓100分的支持哈。所以要拜托所有的好朋友，不要忘了，一定要在1月12、13、14在家等电话，唯一支持陈亭妃。好，谢谢亭妃。好，亭妃呢，27档来做了上过这些代志吼，所以我一直无法度完全改做访问。好，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呢，你就期待下一集的节目的播出。好，今天再次感谢你的收看，也谢谢亭妃。谢谢。好，那我们启明时下这波底下各几段了，咱再会。